大家好，今日講24節氣中的雨水。春風化雨，萬物萌動，農人正忙春耕。初春降雨，常伴隨降溫與濕冷，長者與小孩較易不適，心腦血管與呼吸道尤需注意。外出備一件外套與圍巾，夜間做好保暖，順勢而為，方能與自然同頻。雨水呢個節氣對農事嚟講係開耕，對人體就係脾胃運化嘅開始，所以養生重點要擺喺健脾去濕、溫中養陽。日常飲食建議多食粥水同埋溫熱嘅嘢，好似用小米加埋薏米咁，溫潤得嚟又唔膩，再配埋淮山、蓮藕、芋頭同百合就最好。煮法要記得少油，特別要避開凍飲同重口味，唔好整濕個脾胃。下午可以飲杯溫熱嘅陳皮薑早茶嚟和中散寒。杜家言因其自然而不妄為，作息宜早，睡早起，晨間通風，做幾組深呼吸，運動可選散步或太極，微微出汗即止。情志上，春屬木主生發，而舒展小郁，可做溫和的側身、伸展與肋部拍打，疏肝理氣，也護脾胃。總之，以春雨的節奏對待自己，不急不躁，細水長流，放汗、健脾、調氣，順應天時，就係最好的養生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